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29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不忍心看到高丽菜价销一直落，影响菜农的生活。伫这届安南区议员选举，得到第一关批的副议长郭信良特别关注部分的选举补助金，甲多位社会善心人士做伙购买5万斤的高丽菜，甲加保鲜白菜。为今仔日开始，连续3天免费发放给市民。除了感谢乡亲的支持以外，也希望政府会当积极重视农渔产销的问题。虽然选举已经结束，不过看到这长长的排队队伍，就互人想起投票当天的状况。好佳在这队伍消化真紧，原来因排的是要领免费的高丽菜加山东白。副议长郭信良为了感谢乡亲的支持，互伊即届以17000多票摕下安南区议员选举的最高票。不过看到最近高丽菜的菜价一直落，因此将捐出部分的选举补助金，结合几位的善心人士，共同采买5万斤的高丽菜加山东白，要免费分送给乡亲。这个因为菜价真普遍低迷，我将我的得票的那个票券的分配的钱，一个票30元的钱呢，结合善心人士，特别买5-6万斤的高丽菜加包心菜。来分发给安南区的民众，连续3天，希望能够提升菜价低迷的功能，而且要能够鼓励大家，共同来吃菜，抛砖引玉，这个活动呢，获得广大的回响，也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菜价低迷的问题。伫服务处人员加善心人士林冠宏、林冠宪、吴世雄、吴龙祥、郭先栋加彭玉峰等人的帮忙。排队的人条，无论大人小朋友，每人1粒。而领取的民众嘛，拢真学了副议长等人的善行。我足感谢咱的迄个郭信良郭议员啦，对啦，伊有心吼，无这农民会真凄惨啦，吼，好过大家这吼，这农民就较好过日啦，吼，栽培菜人会较好收成啦，无拢种掉的啦。对农民也好，对那个我们也好的。副议长郭信良表示，5万斤的高丽菜加山东白。对今仔起，将连续3天，伫个土城服务处加安富里服务处头前的广场来免费发送，欢迎乡亲做伙来食菜救菜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认得农会家政班的婆婆妈妈，为95年开始，就固定将银角用竹桶捡起来，然后搁再捐予北台南家扶中心，用来帮助弱势家庭。已经连续13天，从来无断过。累积的金额已经超过130万，成为全国第一个爱心捐款超过100万的农会。仁德区农会家政班过去13天以来，学员习惯将身边的零散钱存起来，然后才定期捐予北台南家扶中心，用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家庭。29号上午，特别伫仁德农会举办一场捐赠仪式，并由农会总干事曾家泽带领大家做伙将竹桶破开，将内底的钱全部捐予家扶中心。今仔日是阮农会所举办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咱爱心竹筒回娘家已经办差不多14年啊尤其阮这家政班的妈妈甲干部，大家非常有心，安尼欠将伊的零钱来欠到今仔日会出来来破竹桶安尼阮农会已经14年，已经捐差不多140万啦。非常的，大家非常的热情安尼，希望这个活动会当继续来甲办落安尼这项零散钱捐赠的活动，其实伫农会家政班已经持续13天，其中累积金额嘛已经超过130万，成为全台湾第一个爱心捐款超过100万的农会，成功帮助到真侪弱势的家庭。他们长期来对家扶弱势儿少的一个关怀跟照顾因
认养竹筒爱心竹筒已经13档吼，啊13档来吼，因捐款吼就是除了竹筒之外，他们有时候也会加赠红包吼，那总共加起来超过120万元吼，啊今仔日呢我看。基本上吼，就是超过20支啦吼，嘿，佮摸一只大只的猪公，我连摸都摸袂顶，当个猪公来吼，嘿，我想这就是因的疼心吼，今仔日伫现场嘛有经过因辅导很成功的案例，他的产品已经销售到日本吼，那他今天也会在现场做义卖，那所有的义卖所得也会全部捐赠家户来作为这一次寒冬送暖的费用吼，我想伫遮对因表达出来迄个。疼心爱心，非常的感动嘛，真多谢吼。现场看到，虽然拢是5块、10块的小钱，但累积起来嘛是一个真伟大的力量。林德农会家政班持续不断精神，更加使人敬佩。因也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让更加侪人加入关心弱势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公务局29号上午举办近8档来成果发表会。其中针对各地进行的重大建设，比如讲大台南会展中心、亚太棒球村、安平渔港跨海大桥等等，对将要就任的新市长黄伟哲来讲，如何延续市政是重要的考验。随着选举结束，嘛代表政府的执政团队连伊个要进行交接。对此，29号上午，市府公务局特别举办8年来的成果发表会，除了一区一公园。甲水银灯、落日计划等等，也阁有城市上重要的道路建设甲路平专案。这8年来嘛完成了3横3纵，加上生活圈道路，达到1点钟的生活圈目标。同时也有侪档在进行的道路建设。公务局长苏金安表示，台南市甲中央争取的侪重大建设嘛当要开始，侪工程时间拢需要3年以上。亲像县市合并过后的外环道路，已经有完工4条。但是，各有5条等在施工当中。目前我们正在做的大概是一些道路方面，我们还在做一些规划，还有施工，像这个北外环，这个案子的话呢，大概100-200亿，那目前已经在施工。那我们未来也规划一些像国八是不是延伸，还有这个台江大道是不是要搞快速公路，这是道路方面哈。那这个我们代办工程有几个很大的哈，也像炮校68亿哈，那这个还有棒球村大概20几亿，那这个会展中心大概这个20亿，那这几个案子呢都刚开始在施工哦，所以未来的话我们会这个如此呢，希望把这几个重大的工程呢都把它完成。那至于路平方面呢，我们这是平常性的工作。不过这几年来，我们大概都是获得金马，有2次是第1名的。那其他个人呢，大概也都在3名之内。我们未来呢，还是会继续的这个努力。除了已经完工的工程以外，现在公务局嘛是有侪工程正在进行中，包括炮校的牵线、亚太棒球村、安平港跨海大桥等等，多达100多案，拢是未来新政府需要持续推动的。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虽然天气渐渐转凉，不过市府对着天高热的风池却嘛无放松。卫生局上午召开记者会，除了报告今年的疫情状况以外，也宣导民众天高热喷药的时阵应该注意的事项。今年台南天高热的疫情控制了相当良好，市府卫生局趁着年底记者会向市民朋友来报告。同时也针对化学喷药的时阵，民众应该配合事项做说明，并且再次强调喷药的药剂药量拢是安全标准的，只会让蚊仔受伤害，未对人体有造成任何危害。咱台南市吼，即目前你用的是拢除虫菊吼，即种的药啊吼，对人来讲是真安全。所以真正喷药的时阵，咱唔通用迄个养生胶带甲封起来，因为封起来就将蚊仔保护伫内面。较要紧是讲，你厝内若有饲鱼啊，是猫啊，吼，即款的吼，要甲隔离，吼，这2种对这个处方剂较敏感，其他对人来讲，这是真轻吼，应该很容易代谢掉，所以不需要用迄个养生胶带甲封起来，安尼吼，叫做事倍功半啦，效果会较歹吼，所以这点请各位观众大家爱注意。比如说，以台南市现在的喷药人员都经过非常好的严谨的训练，
好，那器材也都有在定期做维护。那选择的药剂也都是联合国推荐。那除此之外，联合国推荐以外，也是必须要有环保署登记合格的环境用药。好，那过去我是担任这个科的科长，这些环境用药登记中高等毒性以上不能到台湾来登记。所以可以登记为环境用药，一定是中低等毒性以下。换句话说，一般人大概误食的话，即使1罐1公升也不至于导致死亡这个是所谓叫做中低等毒以下。当然他们在喷的时候还会稀释50倍到100倍，甚至到200倍等等。所以换句话说，稀释下来喷药的浓度都已经是达到非常安全的一个临界点所以我想民众可以尽量对药剂。对喷药人员能够放心。配合防止疫情扩散，不只是政府，不只是防疫人员，更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同时，也要提醒民众依照着《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甲67条的规定，若是超过伊无要配合着喷药将会处6万至30万的罚款，请民众爱特别注意。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有看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迎接圣诞节，已经陆陆续续有圣诞点灯的仪式。西门路顶的百货业者就打造了大型的圣诞奇幻乐园装置艺术，收藏8米悬的希望喷泉，这个浪漫美丽新景点也吸引民众前往去翕相打卡。百货业者今年伫西门广场打造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现场除了有迷宫会当互民众入去佚佗，伫外口嘛有高达8米的星光喷泉箱通观看。另外，每礼拜六以及礼拜暗时6点到9点，嘛有落雪通好耍，吸引大小朋友到场同乐。还不错啊，很像暴风雪，我觉得在门前面的雪还蛮大的，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对啊，你看好不好玩？好不好玩？好玩吗？好不好玩？爱惜，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哈。开3次过来，3次。这边好不好玩？好玩。你怎么脸都花掉了？对啊，浑身都是哎。这一次的耶诞奇幻乐园呢，从即日起一直到明年度的1月6号，都会在现场。那我们在每个假日的整点呢，会有灯光秀跟以及现场的下雪。那也欢迎所有的现场的来宾，还有台南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台南新天地共襄盛举。百货业者伫12月嘛有规划各种温馨的活动。除了有小朋友跳舞，还佫有街头艺人的表演等，欢迎民众伫这个冬天做伙去现场翕相留念，欢度圣诞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打造优质安全的购物环境，位伫东区的购物中心，29号上午，甲消防局第7大队合作举办全馆的消防演练，模拟地震甲火灾发生的情景。希望透过平常时的演练，加强应变的能力。29号上午，坐在南胖购物中心的员工，拢伫东光舞台集合，因全部拢是为了等一个防灾演练做准备，也则为了提供来购物的民众一个安心的环境。每半年个甲当地消防队合作做防灾演练，现场进行了地震发生时阵的紧急应变，包括就地掩护、引导疏散等等。同时嘛，进行了火灾紧急处理，希望透过安尼演练，加强人员的应变能力。地震灾害的时候，哪时候会发生，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啦。
发生的时候，只有透过我们平常的演练以及自主训练才能在灾害的时候把伤害降到最低啦。那我们场所，像这个复合式的场所，每半年都要做一次智慧消防编组演练，统合各个单位。我们为了提升各场所的自主应变能力，减少灾害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必要做这个演练，才能使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降到最低。消防局强调，如果民众伫这种公众场合拄到地动，第一时间就是要拍咧，并且秘到做庇护下骹，加抓好条，安尼才会使甲伤害降低。等待地动结束的时阵，听人员的指挥，千万莫惊慌。保持冷静，安尼才会使安全的逃生。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鼓励住户积极参与大楼的管理维护工作，特别举办优良公寓大楼评选活动，分做书面的审查甲实地查访，总共分5个组别，将选出各组的前3名，颁发奖金甲奖牌来做鼓励。台南市107年度优良公寓大楼评选活动。下午进行中心组的实地访查，第3站来到东区的崇明天下。首先由着大楼管理委员会简报，因为该社区对民国83年完工进驻，到现在已经24栋，总户数总共252户，而且住户的成员大部分拢是退休的军人、教师甲公务人员为主，其中90岁以上的长辈嘛袂少。表示大楼的环境清幽，不但住得舒适，而且佫靠近文化中心，生活机能方便。而且该大楼佫伫咧今年完成电脑的异化，使用率达到67%。我们106年度优良公寓大厦开始试办，然后今年是第2年然后去年度是分成大型组跟小型组然后今年组别比较多，我们分成小型的新生组、小型的青壮组，还有大型的新生组。小型的青壮组跟长青组，长青组就是超过20年像这边就是长青组的一个案件因为是长青组嘛所以我们会针对它的管理的制度，还有一些无障碍的改善等等来做进行评分。伫咧简报过后，8位评选委员嘛伫管委会甲保全业者的带领，实地巡视大楼的各项设施。包括顶楼甲地下室的停车场等公用设施，其中委员关心的顶楼是毋是有监视系统、甲防自杀标语等。以今年的优良公寓大楼评选，市府考量新旧公寓大楼的无同标准，甲户数的侪少，总共规划了5个组别，分100户以下的小型新生组、小型青壮组，甲100户以上的大型新生组、甲大型青壮组。以及无分户数、取得使用执照超过20档的中青组，各组将取前3名，并且颁发奖金甲奖牌。另外，还有主题特色，包括绿美化、友善环境、甲最佳的节能减碳、最佳管理维护、甲最佳开发规划等奖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份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落雨的几率有3成。海边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1月29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